今日帶大家嚟睇下係位於香港青衣青怡花園嘅3房間隔案例。先嚟睇下呢個餐客廳空間，一入門口右手邊係我哋嘅入戶鞋櫃，鞋櫃門板我哋做咗歐式線條造型，入屋第一眼就已經有細節同儀式感，唔會平平無奇。鞋櫃旁邊就連住開放式廚房，廚房嘅主角位我哋做咗個鑽石形記處理，細個廚房即刻都多翻啲造型感，成個空間無封死，視覺上更加開揚通透。翻到屋企放低嘢入廚房再去食飯，成個動線好順落。再睇客廳主背景，呢幅歐式雲石大花背景牆，雲石紋理大氣有氣勢，但係顏色又唔會太重，配合整體歐式線條，望落高級得嚟又唔浮誇。入面仲整埋隱形門，而且隱形門上面一樣加咗歐式線條，所以關埋門之後成幅牆係完整一體，唔會突然見到一個門口咁唐突。另一邊呢，我哋連貫做咗茶鏡加金屬線條背景牆，同樣都係隱形門設計。茶鏡可以拉闊視覺，令空間睇落更加通透；金屬線條就加反精緻感。設計上呢一幅背景牆都唔會輸蝕。行入嚟細房，雖然空間細，但係功能安排妥當，衣櫃、書台、地台、床都有，休息、讀書、收納全部一次過搞掂。牆身方面都唔馬虎，成間房一樣做滿牆板處理，令空間唔會單薄，睇落更加整齊有層次。床尾仲加咗吊櫃，上面位置都用翻晒，完全唔使擔心收納唔夠。地面延續翻客廳嘅雲石紋地磚通鋪，風格連貫，更加乾淨統一。再入到主人房呢度，用地台將睡眠區輕輕托高，床嘅位置即刻有反界線感，休息氛圍都集中咗。牆身唔做單調白牆，而係用牆板鋪出層次。床頭位置再加咗條子特色牆板，線條一拉開視覺即刻收長好多，簡單之餘又有細節。收納方面亦都安排得好完整，日常衣物雜物都有位收埋，房間自然更加乾淨利落。而家睇到嘅係衣帽間位置，我哋做過衣櫃同梳妝台連貫式 L 型設計，平時化妝整理造型都好方便。衣櫃門板同樣都做咗歐式線條，延續翻整體嘅效果。最貼心嘅係預留咗一個小小嘅包櫃，可以擺手袋飾物或者收藏品。成個衣帽間唔算大，但功能好齊全，精緻得嚟又實用。廁所呢邊我哋保留咗企缸設計，整體風格一樣，都係歐式感覺，線條乾淨大氣。瓷磚就用咗白玉蘭雲石紋，望落光猛乾淨，又帶少少高雅質感。